将领先媒体有解读的能力甲素养，中嘉款评三冠王相助车今日结合淡市医疗院所巡回13里社区所举办课程，6号最后一场来到东区鲁良里，里长陈良斌历经邀请45位长辈来听讲座。根据了解，老大人虽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不过因为生理甲认知退化，加上手机网络普遍。所以，让影响因接触资讯的反应，无论真假，真容易会将消息搁再转传。会中里长陈良斌、甲东区议员王家珍、詹培雅、议员候选人曾志杰、蔡万琴拢到场，肯定该课程的用心，对长辈有真大帮助。咱甲新楼新楼医院办这个活动，还有咱的这个庄家咱的有线电视家来参与就是要互咱提醒机这要安怎使用这即摆要安怎防诈骗、防一些对咱无妨碍的代志，安尼来注意一下像今天办的媒体试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个人是认为有心是不怕路长，但是呢，这个有心要能够持久。所以呢，除了我们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做真假讯息的分辨之外，政府还是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跟大家做不断的提醒，类似一些诈骗啊、什么钓鱼啊这些问题呢，一般民众有时候是真的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会中中嘉款评讲师徐曼珍用轻松有种简单的互动方式，让长辈了解媒体素养上要紧，就是莫让媒体牵着鼻子走，一定要有怀疑的眼光，会晓听看听，并且运用来讯息查证等各种的工具甲平台来防止诈骗、拒绝假消息。媒体试读，赞！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